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咧係今日透過網絡同弟兄姊妹嚟到係經過呢個受苦節嘅崇拜，我哋一同嘅聚集紀念2000多年前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我哋嚟到受苦、代贖同埋拯救。我一齊嘅嚟到聽一聽經文點樣嘅嚟到提醒我哋主為我哋所做嘅救贖。經文呢係記載喺羅馬書5章6至到8節。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人人死或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親愛弟兄姊妹，神恩典浩大，我哋仲係做罪人嘅時候，或者我哋仲未認識佢嘅時候，神已經按自己嘅日期定義，要耶穌基督為我哋喺十字架上受死贖罪，藉此嚟到拯救我哋每一個。而神嘅愛就毫無保留嘅嚟到向我哋每一個顯現，讓我哋呢係藉着詩歌嚟到回應神對我哋嘅愛。我哋有2首詩歌，包括就係怎能如此、古舊十架。我邀請弟兄姊妹喺你哋屋企參與崇拜嘅時候呢，係一同唱呢2首嘅詩歌。怎可解釋？悲傷。十架破舊古老，遠處聳立山嶺，滿手只於痛苦記號。但我愛無補價，最美至善恩主，願為眾人犧牲釘死。願這生高舉古老十架，世上浮華全甘心放下，窮我一生走十架之路，到那日得知榮耀冠冕。十架破舊古老，世界藐視輕看，卻深深使我感傲面。是救主願親往，各他被釘死，縱有多尊貴，天價捨棄。這生高舉古老十架，世上浮華全甘心放下，窮我一生走十架之路，
他被釘死，縱有多尊貴，天價捨棄。願這生高舉古老十架，世上浮華全甘心放下，窮我一生走十架之路，到那日得至榮耀冠冕，到那日得至榮耀冠冕。讓我哋一齊嘅嚟到禱告。親愛阿爸父，我哋感謝你，感謝你賜俾我哋平安，我哋可以喺家裏面一齊聚集敬拜、思想、紀念你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喺2000多年前為我哋呢群罪人喺十字架上所做嘅犧牲。主耶穌基督所做嘅犧牲成就咗父神嘅心意，就係你自己赤露敞開嘅向世人宣告你對我哋嘅愛。世人雖然對你拒絕或者唔明白主你嘅心意，但係按着你嘅意，你親自捨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定意要佢成為救恩嘅出口，藉着耶穌基督毫無嘅保留獻上，佢身體被擘開，而且廢掉冤仇，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咗人同神中間阻隔嘅高牆，叫我哋嘅罪得以潔淨，同你復和。我哋為此獻上最大嘅感恩。父神啊，幫助我哋喺今日嘅晚上再一次經歷主所經歷嘅，思想主所思想，叫我哋嘅心懷意念更加貼近主嘅心腸，透過同主一齊走呢個苦路，成為更加像主樣式嘅門徒，更加有勇氣每日天天背起我哋嘅十字架，緊緊跟隨主嘅腳蹤。我哋咁樣禱告，奉我們為我哋犧牲嘅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弟兄姊妹，接住落嚟呢，我哋有一段默想嘅時間，我哋會藉着經文、藉着詩歌，一同嘅思想耶穌基督所行過嘅苦路。喺傳統上面，默想耶穌走過嘅苦路係總共有14個站。今日晚上我哋特別揀選咗7個站、7個嘅片段，耶穌走過嘅呢個苦路，呢個時刻嚟到思想、默想主所經歷嘅道路。喺苦路嘅每一站，我哋都會有一段安靜默想嘅時間，讓弟兄姊妹咧重新體會耶穌基督所走過嗰一段嘅苦路，佢嘅經歷。嗰個時刻就係我哋同主相遇嘅時候，讓我哋咧每一個都能夠喺屋企裏面保持安靜，喺每一站裏面反省思想我哋同耶穌嘅關係，將我哋嘅生命重新專注喺十字架上，並且呢嚟到獻情俾我哋嘅主。我一同嘅嚟到思想，第一站，比拉多判耶穌釘十字架。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說：你說的是。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的時候，什麼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對他說：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聽見嗎？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稀奇。巡撫有一個常例，
每逢這節期，隨眾人所要求的，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當時有一個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眾人聚集的時候，比拉多就對他們說：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是巴拉巴呢？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人，求釋放巴拉巴，除滅耶穌。巡撫對眾人說：這兩個人，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呢？他們說：巴拉巴。比拉多說：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他們都說：把他釘十字架。巡撫說：為什麼呢？他做了什麼惡事呢？他們便極力地喊着說：把他釘十字架。比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於是比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們，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主耶穌面對無理嘅指控，佢卻默言不語。最後被判死刑。耶穌親自經歷人世間嘅唔公義、百姓嘅背棄同權貴嘅腐敗。讓我哋進入耶穌嘅心腸，思想耶穌為咗你同我付上嘅代價。呢一個係點樣嘅代價呢？主生命是假使你在哪里？主生命是假使你在哪里？要是我一想到就颤抖，颤抖。主生命是假使你在哪里？当救主被钉死，你在哪里？当救主被钉死，你在哪里？要是我一想到就颤抖，颤抖。当救主
葬，坟墓是你在哪里？主悲葬，坟墓是你在哪里？要是我一想到就颤抖，颤抖，主悲葬，坟墓是你在哪里？当救主复活时，你在哪里？当救主复活时，你在哪里？要是我一想到就颤抖，颤抖。当救主复活时，你在哪里？第二站，耶穌背負十字架。巡撫的兵就把耶穌帶進衙門，叫全營的兵都聚集在他那裏。他們給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紅色袍子，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拿一根葦子放在他右手裏，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臉上，拿葦子打他的頭。戲弄完了，就給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耶穌為了你與我，甘願背上十字架，為要我哋喺佢嘅受苦中得着平安，得着赦免，並且與神嘅關係復和。到底係邊個釘他十字架呢？是猶太人，是罪人，還是世人呢？我們有否都得罪主，一同把他釘十字架呢？
第3站，西門替耶穌背十字架。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就是亞歷山大和魯孚的父親，從鄉下下來，經過那地方，他們就勉強他同去，好背着耶穌的十字架。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什麼益處呢？耶穌為咗世人承受十字架嘅刑罰，由於十字架實在太沉重，主耶穌體力不支，倒在地上。佢需要同行者同佢一齊擔負呢個十字架。有一啲人係出於自願，但係有一啲人卻係被強行徵召。倘若今日我哋所背負嘅重擔係為主而承擔，你願意同我哋嘅主同負一軛嗎？你願意同我哋嘅主一同受苦嗎？我哋會唔會願意輕看一切嘅重擔嚟到服侍主呢？第4站，耶穌向婦女說話。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婦女們為他號啕痛哭。耶穌轉身對他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治理的兒女哭。因為日子要到，人必說：不生育和未曾懷胎的，未曾乳養嬰孩的，有福了。耶穌喺十字架路上，並沒有着眼於自己嘅孤單和痛苦，他反而叫婦女們不要為他難過。他叮囑他們當為自己及兒女家人痛哭。為什麼主會咁樣講呢？因為這個世代仍然是黑暗和罪惡的，而上帝是審判嘅神，他必會審判我們現在所身處嘅社會及周遭的每一個人，包括我們和我們的兒女家人。誰能拯救我們脫離這世代嘅審判呢？請放眼你嘅周圍，是什麼事情令到你要為自己及家人擔心和痛哭呢？第5站，兵丁剝掉耶穌嘅衣服。兵
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為4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裡衣。呢件裡衣原來沒有縫兒，是上下一片織成的。他們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只要拈鬮，看誰得着。這應驗經上的話，說：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兵丁果然做了這事。主耶穌不單甘願走上被釘十字架嘅路，佢亦都甘願承受唔同人嘅羞辱、嘲弄同埋奚落。主耶穌甚至俾人剝掉身上所有嘅衣服，喺眾人面前光着身體，呢個係極大嘅侮辱。而主耶穌願意承擔呢一切，為嘅係愛我哋嘅緣故。基督已經全然信服神嘅旨意，喺十字架路上，佢承擔拯救世人嘅痛苦。讓我哋一齊思想救主所做嘅一切，並且獻上感恩。第6站，耶穌被釘十字架。他們帶耶穌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來就是髑髏地。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他卻不受，於是將他釘在十字架上，拈鬮分他的衣服，看是誰得什麼。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子初的時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他們又把2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從那裏經過的人辱罵他，搖着頭說：哼，你這拆毀聖殿3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戲弄他，彼此說：他救了自己，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那和他同釘的人也是譏笑他。耶穌可以救自己脫離這境況，但他卻限制自己嘅能力，為了我們甘願承受這十字架的苦楚。兵丁愚弄他，周圍的人取笑他。那時，兵丁把已經疲憊不堪的耶穌放在木頭上，拿起鐵釘，一錘一錘，把釘子打在耶穌肋骨上，就好似將我哋嘅罪也釘在耶穌身上。血從傷口滲出，耶穌發出痛楚的聲音，就是這些血將我們的罪洗淨。弟兄姊妹，試想像一下，我哋每一次嘅犯罪，就像每次將釘喺耶穌嘅身上。
第7站，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着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旁邊站着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哪，他叫以利亞呢？有一個人跑去，把海湧沾滿了醋，綁在葦子上，送給他喝，說：且等着，看以利亞來不來把他取下。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了。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對面站着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耶穌最終死喺十字架上。雖然係咁，耶穌嘅死卻除去死亡嘅毒鈎，以及擊敗撒旦嘅權勢。耶穌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救恩係何等嘅偉大同埋震撼！呢個世界雖然完全陷入喺黑暗之中，我哋可以點樣向世界見證耶穌基督超乎萬有、勝過黑暗死亡權勢嘅大能呢？
我心扉，我的一切你都知道，我往哪里讨你的灵？我的耶稣，你的牺牲在各个他主楼之地，舍下尊贵，抛下荣华，在十架上你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你说今天我要与你一同在乐园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渴了，沉了。我的耶稣，我的救赎，你的恩典在我心扉，我的一切你都知道，我往哪里讨你的灵？我的耶稣，你的牺牲在各个他主楼之地，舍下尊贵，抛下荣华，在十架上你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你说今天我要与你一同在乐园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渴了，沉了？父啊，赦免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你说今天我要与你一同在乐园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渴了，沉了？我的耶稣，我的救赎，你曾为我白白牺牲，我的软弱被你刚强，我把
靈魂交在你手裡，我的軟弱被你剛強，我把靈魂交在你手裡。我哋同心獻上祈禱，天父感謝你，藉着一段時間嘅默想，我哋嚟到思想主行苦路嘅經歷，幫助我哋能夠喺過程當中真係領會神嘅心意，體恤主耶穌嘅心腸，同埋體會佢行苦路嘅時候嗰種嘅痛苦、嗰種嘅掙扎，以至到我哋明白我哋嘅罪係幾咁嘅重，以至到耶穌要用生命嚟到買贖我哋每一個，幫助我哋能夠紀念剛才喺默想時候所有嘅思想、所有嘅經驗、所有嘅感受，存放喺我哋嘅心當中，以至到我哋時常感恩，亦都幫助我哋喺嚟緊嘅信息，我哋再一次進到耶穌嘅心腸當中，俾我哋能夠無論屬靈嘅生命，無論我哋同主嘅關係，都得到更新同埋提升。祈禱奉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弟兄姊妹，喺呢個時候呢，我有少少嘅信息嚟到同大家分享。今日嘅晚上係受苦節嘅崇拜，特別紀念2000多年前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替代我哋嘅罪，承擔十字架嘅刑罰，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流出寶血，潔淨你同我嘅罪，並且為咗你同我犧牲寶貴嘅生命。因為救主完全嘅擺上、犧牲同捨棄，我哋得着寶貴嘅生命。今晚我哋特別講到嘅主題就係我現在心裏憂愁。呢一個係耶穌基督自己親自嘅說話。今年係好特別，因為咧我哋冇咗實體嘅受苦節崇拜，我哋透過網絡一同紀念耶穌為我哋所做嘅犧牲。無可否認地，我相信對每一個弟兄姊妹嚟講都係非常嘅難忘，對我自己嚟講都係非常嘅難忘。我嚟到教會2008年開始喺度做實習，直至到去到去年，每一年我哋都有受苦節嘅崇拜，每一年我都有參與。今年咧係第一年冇一個實體嘅受苦節崇拜。我哋每一個都受住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影響，呢一個嘅疫症威脅咗平常我哋嘅生活。呢一個威脅同我哋慣常生活裏面遇到嘅係唔一樣。如果你喺路上面開車，可能我哋會睇到路上面嘅情況，我哋會預知一啲嘅危險，或者我哋喺街遇到有賊人，我哋咧都會見到對方。但係咧，新型冠狀病毒佢係我哋睇唔到，我哋幾乎冇辦法知道我哋會唔會係受感染。我哋只好做一個好被動嘅防禦。喺聖經裡面嘅記載，瘟疫多次出現，每一次瘟疫嘅出現呢，都係神同人嘅關係出現一啲嘅問題。瘟疫可能係神藉着呢一個瘟疫顯彰佢自己嘅大能，又或者瘟疫嘅出現係因為唔信服神嘅要求所遇到必然嘅結果。例如呢，亞倫佢帶領以色列人製造呢一個金牛犢，叫以色列人嚟到膜拜，於是乎神就降災俾以色列人嚟到擊殺佢哋。又或者呢，神藉着喺埃及全地嚟到呢係降下十災，為咗要一個心眼嘅法老王釋放以色列子民離開埃及地。呢一啲都係聖經裏面我哋睇到瘟疫嘅出現。
好多時候瘟疫嘅出現係同懲罰或者審判有關，有時係因為神嘅子民違背咗神同佢哋所立嘅約，所以佢哋承擔呢一個嘅災害。呢個係神子民悖逆帶嚟嘅一個結果。但係今日我哋嚟到新約嘅時代，神並冇親口話俾我哋聽點解有新型冠狀嘅病毒臨到，但係我哋卻係可以呢，從主耶穌喺路加福音講到瘟疫嘅降臨，我哋能夠明白究竟呢一個世代係乜嘢嘅時代。瘟疫嘅降臨就係代表耶穌基督第二次再翻嚟世界嘅一個嘅兆頭。耶穌話世界會有打仗，會有饑荒、地震、瘟疫各種嘅預兆，呢一個係罪惡滔天嘅時代，呢一個係最臨到世界嘅一個時代。所以瘟疫嘅出現係聖經裏面已經係預言咗，呢一啲嘅瘟疫就係末後時代嘅一啲嘅先兆，耶穌翻嚟之前嘅一啲嘅先兆。所以我哋唔需要去揣測究竟瘟疫係咪特別對某一啲人嚟到做一個審判，但我哋要知道瘟疫嘅臨到其實對我哋每一個都有影響。讓我哋嚟到回想末後嘅日子係耶穌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已經係出現。今日我哋重新回到2000多年前，耶穌被賣並且釘喺十字架被釘死呢一個時刻。耶穌咧，佢喺被釘之前咧，喺約翰福音12章27節，佢特別藉着禱告祈求天父攞走佢將要面對十字架呢一個刑罰。喺約翰福音12章27節，耶穌佢自己講：我現在心裏憂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今晚嘅訊息。我相信我哋今日每一個都心情有啲複雜，我哋都有一個共同嘅感受，就係也許我哋都會覺得有困擾。困擾呢個字喺英文佢用咗Now my soul is troubled。英文嘅翻譯係 Now my soul is troubled。我哋睇翻困擾呢個字喺希臘嘅原文嘅字根係可以有驚嚇、憂傷、激動、被攪動嘅意思。就好似耶穌咧，佢知道自己將要去十字架之前咧，佢覺得好困擾。我哋中文嘅聖經翻譯係憂愁，但係背後其實係帶咗一個困擾嘅意思。我哋困擾，因為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不斷嘅蔓延，而且咧好似全無受控制嘅跡象一樣。美國確診嘅人數咧已經超過39萬，我哋每一個人人人自危。也許我哋會憂慮受到感染，我哋被困喺屋企，我哋被困喺家，或者我哋冇擔心唔夠食物，但係我哋有困擾嘅感覺，因為我哋唔知道我哋邊個時候可以恢復昔日外出有自由，去到餐廳食飯，去到旅遊同朋友聚會，或者我哋唔知道幾時可以翻嚟教會有聚會，過翻我哋從前一個正常嘅生活。我哋嘅面對係未可知，但係今日我邀請弟兄姊妹盡心嘅嚟到思想，點解我哋有困擾？點解我哋嘅救主耶穌同樣佢話我現在心裏憂愁，佢都同樣覺得困擾。主耶穌嘅困擾首先關乎佢自己，因為佢知道呢，佢會被門徒猶大嚟到出賣。佢預見自己會經歷唔公平嘅審訊，佢會被鞭打，佢肉體會受傷，會受苦。佢被佢心愛嘅門徒撇棄，佢要背負世人嘅罪，佢被釘死十字架上流血，佢係卑微、羞辱、被拒絕底下喺十字架上死去。呢個係佢嘅困擾，呢個係主自身嘅困擾。除咗耶穌佢自己預見喺走呢條苦路嘅時候佢嘅痛苦嘅經歷之外，更加重要我哋要睇到呢一個嘅困擾係嚟自對罪嘅一個嘅嗰種嘅沉重，帶俾佢一種嘅困擾。因為罪嘅緣故，因為人嘅墮落，罪進入咗世界，
聖經咧喺路加福音有個具體嘅描述嚇，22章3節具體嚟到講到，當呢一個嘅猶大佢想賣耶穌嘅時候，聖經描述話：這時撒旦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他本是12門徒裏的一個。第二段經文，約翰福音13章第2節嗰度講到，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從呢兩節嘅經文，我哋睇到撒旦進入猶大嘅心。呢度就係講撒旦將賣耶穌呢個意念放喺猶大嘅心裏面，以至到佢背叛佢所愛嘅夫子耶穌，用30塊錢咧嚟到應承猶太人嘅宗教領袖去捉拿耶穌。讓我哋諗翻，當罪進入人心裏嘅時候，有一個嘅思想，並且孵化成為罪行。猶大嘅罪其實唔係新嘅。當我哋嘅始祖亞當夏娃喺伊甸園裏面嘅時候，佢哋就做咗第一宗罪，就係佢哋違背神嘅意思。猶大所犯嘅罪係秘密嘅，係暗中嘅，係掩飾嘅，係隱藏嘅。因為咧，猶大同猶太人嘅公會嘅領袖暗中嘅嚟到定下一個計計，係腐敗。因為猶太人嘅大祭司、律法師、文士，所有嘅宗教領袖唔能夠接受耶穌所行一切神蹟奇事。因為耶穌所行嘅神蹟奇事，並且宣稱自己係神嘅兒子，佢挑戰呢一班宗教領袖嘅權柄地位。所以猶太人嘅宗教領袖，佢哋為咗要除滅耶穌，佢哋收買咗猶大，佢哋藉着消滅耶穌，希望達到一個目的，就係重新攞翻宗教嘅聲望、權威、尊重、權勢。佢哋使用詭計，呢個詭計係欺騙，呢個亦都係罪嘅本質，係欺騙。表面上係用耶穌宣稱為王呢一個理據嚟到定耶穌嘅罪，因為耶穌宣稱自己係神嘅兒子嘅時候，就威脅羅馬帝國皇帝凱撒呢一個嘅皇位，用呢一個罪名嚟到掩飾佢哋要入耶穌嘅罪。其實背地裏實際上，佢哋因為權力、地位、認受性受到耶穌嘅威脅，而生出呢一個嘅詭計，控告耶穌，要耶穌釘十字架。呢一個罪名本身係欺騙，罪嘅本質同時間係背叛。罪另外一個同義詞就係偏行己路。讓我哋知道耶穌嘅困擾，除咗因為佢預知自己嘅痛苦，並且因為罪俾到佢嗰種嘅沉重，佢困擾。但正正因為呢一個罪，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嚟到地上，罪係呢個世界嘅王。所以喺約翰福音第二個段落裏面呢，28節到34節嗰度特別嘅話俾我哋聽，十字架雖然係嚟到係被去釘一啲好嚴重嘅罪行嘅罪犯，係一個羞辱嘅記號，但係約翰福音話俾我哋知，十字架反倒係一個榮耀嘅得勝，耶穌將會被高舉。我哋睇一睇28節到34節呢段經文，請聽我讀出：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耶穌這話原是指着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眾人回答說：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基督是永存的。你怎麼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的呢？這人子是誰呢？
耶穌喺度預言自己將會喺十字架上受死，佢被釘喺十字架上，被舉起。呢個本來係一個刑罰，但係佢係因為佢喺十字架上被高舉，證明全世界嘅人都要仰望救主。唔知道弟兄姊妹有冇諗過，人究竟有幾邪惡，先至會陷害一個無辜嘅人、無辜嘅耶穌去承受呢一個不可能承受痛苦嘅十字架酷刑呢？有一啲醫學嘅研究嚟到講到，耶穌佢受鞭打，十字架嘅刑罰係痛入心扉嘅劇痛。羅馬兵丁鞭打耶穌嘅鞭係傷咗骨同埋鐵粒，佢用呢個皮鞭嚟到打佢。耶穌喺背十字架之前，其實佢嘅背部已經被鞭打得體無完膚，皮開肉綻。佢仲要背負自己嘅刑具十字架去到各各他山上面。十字架嘅重量保守估計至少有100至到300磅咁多。耶穌佢受咗傷，聖經記載佢要行各各他嘅路，佢因為體力不支，所以兵丁勉強一個路經嘅途人西門幫耶穌背負十字架。主耶穌因為頭戴荊棘嘅冠冕，呢個荊棘刺破咗佢嘅頭皮，佢流血。佢雙手嘅手腕同埋雙腳，因為咧長約8寸嘅釘，呢個8寸嘅釘係一個真實嘅 real size 嘅一個嘅釘。呢個8寸嘅釘釘入佢2隻手嘅手腕，同埋佢2隻腳。呢個釘釘入佢雙手雙腳嘅時候，係穿過手嘅神經同埋腳嘅神經同埋佢嘅骨。佢嘅傷口係不斷嘅嚟到淌血，係非常嘅痛。佢更加因為流血，佢血壓會降低，佢會口渴，佢會脫水，甚至乎佢會突然之間會陷入一個昏迷嘅狀況。耶穌喺十字架上係慢慢嘅嚟到死去。佢雙腳支撐住整個人嘅體重嚟到呼吸。佢嘅雙腳疲乏嘅時候，佢雙腳唔能夠支撐整個人嘅體重嘅時候，佢就將嗰個嘅重心支點轉移去佢嘅雙手上面支撐佢嘅身體，以至到佢呼吸係非常嘅困難。每一次呼吸都為佢帶嚟劇痛。佢吸氣比起呼氣更加嘅容易。因為吸氣唔需要一個胸腔好大嘅動作，胸腔唔會因為一個大幅度嘅移動而令到佢痛苦，所以佢為咗要遷就佢唔好咁痛，佢嘅呼吸開始好弱，佢只可以吸氣，但係佢冇能力嚟到呼氣，佢嘅呼吸非常嘅困難。當耶穌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喺十字架上被釘呢個姿勢嘅時候，佢肌肉會疲倦，佢會開始有抽筋嘅現象出現。腦部喺生理嘅構造係會吸去身體20%嘅氧氣，所以喺整個被釘十字架嘅過程裏面，耶穌個腦部係攞好多嘅氧氣，所以佢係清醒嘅。就係因為佢清醒嘅狀態，佢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十字架上經歷嗰個劇痛。最終，耶穌因為呼吸嘅困難，血液嘅循環系統開始失效，身體冇辦法再呼吸供氧去到佢嘅其他嘅器官，而最終死亡。呢一個咧係非常漫長又痛苦嘅過程。罪惡叫無辜嘅主嚟到受害，呢個係極重嘅代價。係你同我冇辦法去承擔嘅一個嘅刑罰，但係主耶穌卻替我哋承擔呢一個嘅刑罰。主耶穌甚至乎喺十字架上嚟到同其他嘅人講：佢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罪雖然帶嚟主嘅死亡，但卻係因為耶穌嘅愛，我哋每一個都能夠得贖。每一個願意仰望耶穌嘅人都能夠得着救贖。
所以我哋今日睇嘅經文《約翰福音》係接住落嚟嘅經文，特別嘅嚟到鼓勵我哋，因為我哋已經得着呢一個嘅救贖，所以我哋每一個都要知道黑暗臨到地上，我哋要喺光裏面前行。我一齊嘅嚟到睇35至到36節，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應當趁着有光，順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親愛的弟兄姊妹，耶穌係世界嘅光。耶穌提醒佢嘅門徒，佢係光，我哋必須要擁抱耶穌呢一個光，並且行喺主嘅光明裏面嚟到見證主。呢段經文特別嘅嚟到同時提醒我哋，世界嘅王就係撒旦嘅國度，已經喺呢個世界裏面。唯有信徒願意領受主嘅救贖，先至能夠勝過黑暗，並且成為光明之子，見證耶穌。黑暗雖然臨到喺我哋中間，但係我哋必須竭力嚟到抵擋。我哋能夠竭力嘅嚟到抵擋黑暗，係因為我哋深切明白罪嘅沉重同埋罪嘅黑暗。主耶穌話：我現在心裏憂愁。我哋必須要明白罪嘅可惡、罪嘅醜惡，我哋先至會追求主嘅真光。我哋要同耶穌一樣對罪感到憂愁，我哋要同耶穌一樣有憂傷、有困擾，因為黑夜已深，黑暗已經長久臨到呢個世界，黑暗佔據咗人嘅心，佔據咗加害耶穌嘅人心裏面。有時黑暗亦都佔據咗神嘅子民，我哋都會有軟弱嘅時候。我哋必須要意識，我哋身處嘅時代係一個黑暗嘅世代，我哋都被黑暗嚟到籠罩，罪嘅權勢鋪天蓋地喺世界嚟到橫行。疾病、瘟疫其實就係人墮落之後嘅結果。今日我哋面對瘟疫，我哋面對因為瘟疫帶俾我哋各樣嘅唔方便影響。我哋中間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可能已經因為呢個疫情，佢要被逼停止工作，申請失業嘅救濟金。有做生意嘅，亦都陷入喺經濟嘅困難裏面。有弟兄姊妹喺呢個階段，因為生病，佢仍然需要冒險去到醫院或者診所接受檢查同埋治療。但係我哋唔好忘記，我哋身處喺一個墮落嘅世界裏面，瘟疫係罪所帶嚟必然嘅結果。我哋更加唔好忘記，即使瘟疫係神嘅手段嚟到懲罰呢一個世界，懲罰某一啲特定嘅人，但係我哋亦都會因為別人嘅罪而蒙受損傷。好似昔日法老王因為心硬唔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地一樣，結果埃及全地嘅人民因為法老王嘅心硬緣故，同時受苦。但今日當我哋思想罪俾我哋嗰種嘅困擾嘅時候，我哋要知道一個事實：人經歷足夠嘅痛苦同埋困擾嘅時候，我哋先知道救贖喺邊一度，我哋先至會放棄自己救自己。我哋嘅救贖就唯有喺耶穌基督裏面先至能夠得着。今晚係受苦節崇拜，我哋紀念耶穌嘅犧牲同埋受苦。佢嘅受苦係因為罪，但係目的卻係拯救。主耶穌話：我現在心裏憂愁。讓我哋進入耶穌嘅心腸，體會罪同樣俾到我哋嘅憂愁。我哋省察自己嘅罪，
我哋睇世界黑暗臨到呢個世界，我哋進入我哋自己嘅內心，反省我哋裡面嘅罪性。現今瘟疫就係我哋經歷憂愁嘅時候，我哋因為瘟疫帶俾我哋各樣嘅影響，對我哋嘅傷害，呢一個係提醒世界對我哋嘅影響。聽日傳統上我哋叫星期六叫做 Holy Saturday， 係黑暗嘅星期六。點解？因為我哋等候耶穌喺主日嘅時候復活嘅前一天。讓我哋今日晚上以至到明日，我哋都能夠保持一個嚴肅、安靜、反省、為罪而難過嘅態度嚟到迎接復活節嘅主日。係啊，耶穌話：我現在心裏憂愁。讓我哋可以同主一樣，感受到罪帶俾我哋嘅影響，罪帶俾呢個世界嗰種嘅影響。罪臨到世界嗰種黑暗，罪點樣叫我哋嘅心憂愁？唯有體會主耶穌呢個憂愁，我哋先至能夠努力嘅成為光明之子，追求主嘅救贖。我哋一同嘅嚟到祈禱，天父，我哋獻上感恩。雖然黑暗遍滿全地，但係你嘅光能夠切入各樣黑暗當中，去到每一個黑暗嘅角落，被你照明。所有隱藏嘅罪，所有嘅污穢，都因為光嚟到照出，幫助我哋真係好似耶穌一樣，為着世界嘅罪，為着耶穌基督佢所受嘅唔公義，為着世界好多嘅人喺唔公義裏面，我哋要心裏憂愁，因為係罪嘅權勢叫呢個世界墮落，因為罪嘅權勢叫瘟疫、地震、天災人禍不斷嘅嚟到出現。讓我哋唔好淨係睇自己嘅情況，讓我哋唔好淨係去埋怨點解而家嘅瘟疫影響我哋嘅生活，而係我哋去到最終極瘟疫嘅出現，就係因為呢個世界墮落嘅原因。幫助我哋同主一樣，心裏憂愁，繼續嘅嚟到切切嘅思想反省我哋嘅心，我哋嘅世界，我哋點樣繼續行喺光明當中。祈禱奉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接住落嚟呢，我哋係有聖餐嘅時候，透過一齊領聖餐，我哋可以去明白耶穌基督賜俾我哋嘅恩典。呢個時候呢，係請弟兄姊妹，你可以喺你嘅屋企裏面呢，預備你嘅聖餐，我哋一齊嘅嚟到同領呢一個嘅餅同埋杯。聖餐係恩典嘅記號。當我哋領受聖餐嘅時候，我哋思想耶穌基督憐憫我哋，體恤我哋嘅軟弱，甘願喺十字架上為我哋受死，用自己嘅身體嚟到廢掉人神之間嘅冤仇。佢流出嘅血潔淨我哋嘅罪，叫我哋能夠同上帝嘅關係得到復和。藉着領受聖餐，讓我哋再一次經歷耶穌基督嘅犧牲同埋佢俾我哋嘅愛。所以咧，任何臨近主餐桌前嘅人，就係承認自己嘅罪，需要主赦免同埋需要主恩典嘅人。今日我一同嘅邀請，凡已經真心悔改並且相信耶穌係你救主嘅弟兄姊妹，一同嚟到領受呢一個聖餐。倘若咧你尚未受洗，但係已經決志相信耶穌嘅話呢，今天嘅晚上你喺屋企裏面都可以一同嘅嚟到領餅同埋呢一個杯。倘若你仲未認耶穌基督係你個人救主嘅時候，咁你暫時就唔需要領呢個餅同埋杯。你可以藉着禱告同我哋一齊嘅嚟到經過呢一個聖餐嘅過程。各位弟兄姊妹，你喺屋企參加崇拜嘅，我哋而家一齊預備自己領聖餐，我哋獻上祈禱。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
你賜俾我哋獨生子耶穌基督，佢信服你嘅意旨喺十字架上受難，佢流出寶血，犧牲佢嘅生命救贖我哋。我哋讚美你毫無保留完全嘅愛。求神賜俾我哋信心，知道我哋嘅罪藉着主嘅寶血已經得到潔淨，又讓你完全嘅愛嚟到充滿我哋每一個，幫助我哋肯定相信同你嘅關係已經毫無阻隔，經歷復和關係帶俾我哋各樣嘅平安喜樂。求聖靈再一次充滿我哋，幫助我哋裏面能夠有不被動搖嘅信心，堅定嘅持守我哋所相信。靠着基督，我哋同主聯合，生命被主掌管，竭力嘅行喺神喜悅嘅意志當中。我哋咁樣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讓我哋記得呢，耶穌基督佢被賣嗰一夜，佢攞起餅嚟，佢祝謝，佢擘開，佢話呢一個係佢身體，係為我哋捨。我哋每逢去領呢個餅嘅時候，係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犧牲。我哋一齊嘅嚟到用感恩嘅心嚟到去領呢一個嘅餅。飯後，主耶穌佢攞起杯嚟，佢祝謝，佢話呢個係用佢嘅血所立嘅新約。我哋每逢去喝嘅時候，係為咗紀念主為我哋嘅犧牲。我哋喺屋企裏面呢，一同嘅嚟到領呢一個嘅杯。我哋一齊嘅嚟到禱告，天父感謝你，藉着領呢個餅同杯，讓我哋具體經歷主你俾我哋嘅愛，重新體會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犧牲。呢個餅同杯就係我哋同主之間一個立約，我哋持守主賜俾我哋嘅恩典。我哋都持守我哋同主之間嘅約，我哋立志繼續被聖靈導引，行喺主喜悅嘅路裏面。感謝你喺十字架上犧牲流出嘅血潔淨我哋，求你再一次充滿我哋，幫助我哋能夠體會主你嘅心腸。祈禱奉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呢個時候呢，弟兄姊妹，我哋有一首嘅回應詩。我哋都邀請喺屋企嘅弟兄姊妹一齊嘅嚟到係頌唱苦難之路。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嘅嚟到係禱告，但願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神無始無終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願我哋每一個都能夠係繼續嘅嚟到安靜，經歷明天呢個 Holy Saturday，等待耶穌基督嘅復活。弟兄姊妹晚安。